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紧嘞，较紧嘞！今日咱要来摕宝藏，你敢会紧张？拢袂紧张哦！啊，你台语平常时敢有常常咧讲？有哦。今仔日上主要就是讲台语，而且讲甲足大声，希望你都会当摕到宝藏哦。小宝师傅来啊！小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囡仔遐，囡仔子，也有秘密队长，您好。非常有精神。我想要问囡仔遐囡仔子，你敢知影？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的规定。我最近发现真侪趣味的规定。你敢知影？这个岁数啊，伫咧10点了后查甫囡仔袂当徛伫咧放尿。这个规定我嘛感觉真奇怪嘛，真好笑。安尼小朋友，你若是会当定一个规定，你想要定什么规定？定一个真臭屁的人，真臭屁的人安怎？去总统府遐滑徛。哦，伊讲真臭屁的人爱去总统府滑徛，安尼真好。这规定特别。我就讨厌那个黑白蛋粪扫的人。哦，无讲得性的人，啊，啥物规定？去倒沙缸蛋粪扫。哦，倒沙缸蛋粪扫。对。就讨厌就菜啦。就菜的人，啊，你感觉就菜的人应该有啥物规定？唔讲话哦1点钟。哦1点钟敢会收少？ ，1点钟莫讲话安尼还是是无？半工？好，半工该收半钱。工莫互伊讲话。好，莫讲话安尼，休困。以后就我做总统好啊。咦，唔免阁选举啊？啊，全部规定拢我定。以后伊要做，以后规定拢是伊定安尼。安尼真好，未来的总统，我希望大家拢会当加薪水，你讲好无？好。大家人的规定拢足趣味的，拢真好耍。啊，毋过今仔日来遮，就是爱讲台语，爱放轻松，才会摕到宝藏。来呢，今仔日的囡仔兄，也个囡仔子，起码摕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对名。我是李兰花车头队，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。来先看一下。哦，你哦，莫叫智慧之神呐，你规气叫放屁之神好啊！无我著迄无说你油啊食伤济，啊，搁配有恁哦。最后一个。好啦，莫讲。哈，干你哎！倒下一个啦，伊个倒下一个，倒下一个，敢有味？小可啦吼。小可啊。啊，这足正常的啊，你著放屁哦，我一工差不多放36届。迄就是看我胃肠的状况。啊，多谢你啦。其实讲吼，放屁这件代志，有当时啊，你嘛无啥愿意啊，足不过你歹势咧就挡无啥会调啊。你敢有这种经验？上课时阵上课的时阵你捌咯？啊，大声还是无声的？无声，无声拢比较大无声的上吵。啊，你家己有闻到味哦？啊，当我有反应哦，讲像是像。无。老师在上课。老师咧上课。好。你看放屁除了是一种生理的一个反应以外，你讲
放屁，还有一个意思，你敢毋知影？唔知唔知？就是你讲一个人讲大声话碰风，碰碰对啊。你这个人吼，哼，我听你咧放屁，捌听过无？有吼。啊，是毋？你讲伊臭蛋，讲大声话，亲像什么时阵会用到即句话？就亲像啊，有一个同学，伊其实成绩足好的，伊一来就讲，我昨拢无看册。我听你放屁，放屁、臭屁拢有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安尼样用啊袂？还是尽量莫用着，因为其实足臭的。安尼既然咱对屁拢遮了解，咱今日的主题就是屁。今嘛第一关准备好啊未？好，来，加油哦！现在噶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咱台语啊有真侪塔字，啊塔字吼就会加强咱即个词的意思，就亲像有分 A、B 甲 ABB， 啊，搁 AABB。无咱先对屁开始来讲，你若是屁，用塔字你来讲臭安那？臭毛毛、臭公公、臭狗狗，嘿，臭公公，哦，拢是足臭。啊，若是 AAB 的咧，有啥物塔字？你若是你感冒会安怎？酷酷哎，扫。酷酷扫。AABB 的。平平安安，平安安。默默。好，今仔日就是要来考恁塔字，准备好未？好。加油哦！现在卡来。开始啊，较头前的吼，等者，嘿。关关姐姐，关关关关姐对。姐，好来哦，心都较准的哦。喂，起起落落，水啦，起起落落。还有无？来来去去，来去去，嘿。哎呦，啊无对。来，出出入入。出出入入，对。哎，千千万万，千千万万啊！时时刻刻，时时刻刻水哦，叮叮咚咚，静静当当，无唔对。哎，无对，加油哦！时时角角，时时角角，嘿，心着爱去看倒手面哦。吞吞吐吐，吞吞吐吐。哎，有啊，顿顿，定，叮叮，定，嘿，定。哎呦，啊，石头前。哇，搁有听到一种拍篮球的声音。用用要别伫将军跳，哎呦，厉害哦！用要北地将军跳。啊 ，pass 好，来，咱要甲你讲。来，看看，加油哦！看较准的，看伊啊，嘿， QQ 辣辣，来 QQ 喇叭，嘿，好。雄雄公公，讲，嘿，喂，平平安安。平安对。来啊，剩无几秒啊，加油！吵吵闹闹，对，吵闹，滴滴嘟嘟，叽嘟，嘿对。好。上尾一块，来。我摸啊喝落久嘛，头买单。哎呦，水哦，对，有算哦，好球哦，来，第一个题目安怎念？素素行行，对无？迄大陆拼音可能一时啊无看准。哦，即句头先谁讲的？我哦，搁念一个，大家听一下。用用要别伫将军跳，哦，将军跳，啊，恁敢知影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才华的人无
发挥诶，发挥的空间，对，哦，真好。就亲像你是一个足够拍篮球的，啊，毋过有篮球比赛，你煞坐伫咧台骹，因为你受伤，无法度上无着。法度表现，哦，无法度表现。问啊，吼，即题谁讲的？好来，搁念一届。默默啊，好热骨头买单。哎呦，真好，表示你一个人，你只要坚持，你只要用心、有耐心，一件代志一直做、一直做、一直做，总是有一寡成绩。安尼知影无？怎样？好，真好，恁拢总摕到17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好，再来后一关加油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ka。好康到小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恁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台中来的小朋友，恁的队名叫做啥？丽兰火车头，啊是有啥物特别的原因哦？哪会号这个名？因为阮有文化的古迹，伊是木做的，啊木做的哦，恁的火车头是用木做的哦。对啊，即摆佫保留甲真好，对对。对，哦，所以是恁就文化的古迹。哦国籍。啊，恁敢知影火车的第一站咯，叫做啥物名？驶火车的，车头，车头，毋是叫做火车母。火车母，咱做伙念一届。火车母，伊就亲像家母会带家囝，啊做伙行嘛，伊是带头的啊，所以是母火车母，火车母，安尼知影意思无？知。好，今仔日看像是火车母带恁摕到金箍箍，加油哦！进来ka，来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开始哦，要摕到分数靠家己哦。靠家己哦。加油！会，安怎念？配红的配，骗着，会骗着，水哦，配包爱配，皮包的皮，香龟，香龟香掉真哎好。呦，过来，来，来哦，好，把当海去另外一边哦。加油！来咱试看来红色的，来咱试看卖啊。哎呦，伊要有咧红色的，安怎念？也要应该压，怕死，就熬的熬，咬掉，地鸭，压掉，地压。莫去地甲爱做好代志莫去哦。红的啦，去青罗啦，红个，海龟饼，来，安怎念？配红的配，配远，泡面的泡，好。咱头前是你讲的啊，放配的配，对啦，架配，加配，对。来，诶，互因拍白啦，因差不多过去后啊。壁嘿。我感觉后壁会当较济。哦，有来啊。嘿，哎呀！你看起来就好耍的咧。我看你算敢真好算啊。安怎念？高铁的高，结婚的结，对，公园的公，公园的公，哥，好，哥对。来，紧嘞，有就好啊，来啊，时间要到哦。有就好啊。凊彩一个，大配，啊，紧嘞。时间到啊。啊，恁通啊放轻松啊，看起来有淡薄乱，啊，毋过咱做伙来复习一下，引领。主任，啊你手哪遮颤？你手哪迄刀啊哪踹甲安尼是安怎？是无好控制啊？紧张，免紧张啦，吼，来复习一下高铁的高，干菇，工具，工具功夫，对无？啊，还有一个啊，哈，啥物？我带一只狗跋去狗仔，捡着狗仔，哇拢是狗，啊，拢是狗咧。嘿，拢是狗啊。通啊分开讲，就通对对三地安尼嘿，袂歹，这 OK。来后一题，配分的配，PH 是破的音，破偏胖，伊讲胖啦，胖哦，胖，胖对，小胖。
塔芳水，芳水水，后一题音乐音乐乐乐音乐音音乐高高经验经验经验验宜兰的宜兰。好来看嘛，恁拢总着着11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，哎， 2个金扣扣啊，上尾关哦，加油哦，这是需要体力的哦。好恁体力敢有好？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台语上练档，咱啊等于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步落来进前，看约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。好，即摆已经来到上尾一关啦，上尾一关，咱就来你。放有清气无啊？你屁哦，愈来愈臭呢。哦，你真正是屁神呢！屁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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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神。好啊，莫搁讲屁的代志好无？咱即摆来甲大家介绍、分享一句俗语，我感觉真趣味，叫做“放屁安狗心”。咱早期啊，其实咱人较无遐尔啊侪物件通食，所以狗仔要食啥？其实狗仔拢食因家己的屎，所以你若是当人咧放屁的时阵，屁一放出来，狗仔就来啊，狗仔就讲哇。有屁啊，连屁都有屎通啊食，所以伊就会对调调对你较软体。即句话就变成你讲你共应付，因为我放一个屁，也无真正有屎通互你食，凊彩就用讲讲你的食凊彩讲讲凊彩应付。好，屁就甲食哦，好，莫搁讲啊！无要搁讲啊你较啉呢哈？哦，较啉的哦，加油哦，赢来噶！哎，来，几个你？ 两个你，什么色？你讲咖啡色，咖啡色阿，里山的看到，阿里山一定会看到的。阿里山哦，就大张的，有关无？咖啡色，就悬的，就悬的，新木，对对，几个你？两个你，好老师的厝，叫做伊的。几个你？两个你，老师的厝，叫做伊的，就做伊老师的厝的，你也是啊？欧邦，毋是，按682，作文，对对。几个你？两个你，台湾上悬的，有所以哇，厉害哦。三里，按我的卡，对，讲一个红棍的下骹是啥？安贵，赛你红棍的卡是啥物件头？对对。好来，几个贵三里，伫啥物所在看到？博物馆会看到的，博物馆，博物馆会看到，啥物色？啥物色？什么色？这个现在啊，知影？博物馆就是这最色的，这个较难，这第一较难会当啊。 pass 怕哦。是吧？ pass。几个你？两个你，啊，不要菜的所在，啊，不买菜所在两个厉害。两个你？小青，哇，桂林，两个你，查甫囡仔会喷的，会喷的，水，香水，哇，厉害。几个你？两个你，啥物色？气气摸起来，气气，是动物，金滴，金金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江珠，对啦对。江滴，江滴啊！桂三个你，口味，那地啊，哎呦，好诶，几个你？两个你，摇来摇去，游来游去，摇来摇去有啊。会摇来摇去，会当行人你行爱摇来摇去，喊来喊去但是要 pass。在开号的时阵有 pass， ，pass。桂林，两个你，船尾出港的时阵，准。人要出港，对啊，好厉害嘞！两个你，查某囡仔咧穿的，两个你查某囡仔咧穿的，中，哎呦，厉害哦！新闻，几个你？两个你，啥物色？咧做礼拜的所在，礼拜教堂，哎呦，哦，讲好啦好啦，
真侪题，哇，你有够摇的啦！伊嘛是照我讲的哦，破我声吹落去。啊，到底钓到几题咧？尹来教，真正厉害。哦，配合得真好咧。复习一个机器人安怎来形容好？其实无好介绍吼。有用电池，有用电池，会晓扫地，会使扫涂骹，骹，会使甲你做真侪代志，会使甲你煮饭。好，咱来看后一个安怎念？吊伫咧顶头会摇来摇去，会当行，会安怎？其实毋是算摇，伊是心，嗯，会海。啊，佮有伊头头佮讲要过河的时阵会用的嘛。对，我讲过河。山甲山的中央，对，这上重点。山甲山的中央。好，咱来看卖，你拢总得到11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哇，拢总3个金扣扣，讲互恁摕去啊！安尼摕到宝藏的机会敢若介大哦，啊，毋过足歹讲的哦，现来教。台中大甲日安国小，听到大甲，你会想到啥？蚵啊，是毋是蚵啊？蚵冰，啊，因遮大家佫通去拜拜啊，干嘛做祈求者？有拜过才来无？无咯。啊，安尼足歹讲的哦。3届的机会，第一个，要选倒一个？9号。好，轻轻啊。就好哟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选的是9号，敢有可能呢？请起来。9号。无对。够2届机会。考紧够2届。当尾选另外。好，轻轻啊。选遮紧，敢有可能呢？唔知。敢会是你这个金箍箍咧？请起来。哎呀！剩一届机会啊！倒一个动物？梅花鹿，安尼轻轻啊！梅花鹿，够有机会。宜兰国小上尾一个金箍箍，请起来。颁奖！恭喜！啊，得到的是高水的豆豆，我甲你讲，这个豆豆甲因有关系。安怎讲？因为因住大家对不对？对。大家亚妈祖。哇，你搞得真嘿！规台湾的这个台湾祭典哦，所有的庙会拢伫顶悬。而且拄好是你讲庙会，甲所有台湾哦真重要的庙事拢甲写起来。恁敢捌斗过？这一千片哦，很简单，1000片。有一个方式，恁4个做伙斗就变4000片啊！你就大地位，就歹做的。哦，安尼就歹做的呢。今仔日摕到这个宝藏有欢喜哦！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！欢喜。